我係 Nelson， 我係一個獨生子。我知道媽咪好錫我，成日都想我考到心儀嘅中學。喺我小學3年班開始，我好清楚知道自己熱愛籃球。可惜媽咪唔明白，通常會怪我掛住打波唔溫習。我哋好多時會因為安排打籃球嘅時間發生爭執。你成日淨係想打波，有冇聽我講？我有做㗎。雖然係咁樣，我依然努力讀書，順利升上我心儀嘅中學。我仲入咗學校嘅籃球隊，喺嗰度我認識咗校隊教練尹 Sir。佢唔單止好有心機教導我，佢仲會鼓勵我媽咪放手俾我發展。有一日媽同我講，幫我安排咗去美國嘅 NBA 暑期班，我好開心。喺呢個訓練營真係學到好多嘢，我仲攞咗一個優異學生獎添。而家我已經一個專業嘅籃球訓練導師，唔單止有教好多職業球隊同埋港隊，亦都擁有自己嘅兒童籃球訓練學校。因為我好希望中意籃球嘅小朋友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喺自己中意嘅上面發光發熱。而家我同尹 Sir 好朋友添啊！